民众伫人面册顶头有打出一张相片，这是伫平湖有一间真有名的卖场内底，有设置着化妆品的专柜，内底这Selina的看板，伊的面呢去互人画甲乌青擦白哦，也引起着网友热烈的讨论。有网友就发现讲，这相片当中Selina甲进前哦，甲阿翔发生无正常关系下心，好亲像是有淡薄仔像哦。有人伫咧摇讲，是毋是因为安尼才会去互人认唔到，面才会去互人画甲乌青擦白？不过店员就解释讲，可能是这囡仔伤过节，摕化妆品乌白画，卖场常常会出现这款的情形，无需要大惊小怪。哎呦，这是啥啊？面内红画甲安尼，看卖啊下骹签名哦，原来是艺人Selina。有民众伫人面册社团抛这张相片出来，讲平湖一间有名卖场内底化妆品专柜的Selina的看板，互人画甲花巴狸鸟，引起网友的讨论。有人笑讲平湖的人是有偌讨厌Selina，另外嘛有网友讲相片内底Selina看起来真心真情，甲主持人阿翔小金，互人翕到的写心，敢讲这是因为认到人才会红乌白画的。一个好好的艺人被涂成这样，不过这样涂成这样，也不知道谁是谁了。不管他像谁，都不应该做这样的行为，这种行为很丢脸。店员解释讲，可能是囡仔摕化妆品来乌白乱画，嘛有可能是消费者为着试色水才会安尼画。这种情形伫卖场常常拢会当看到，唔免感觉伤意外。那个每天都会有吗？就是我们每天都会有人乱画，然后我们只能看到，我们赶快清掉。像你现在看后面那些有的试用品也都被画得乱七八糟。虽网店的有大卖乌白画的广告出来，不过干那嘛无啥效。店员常常拢爱找时间来甲切合清气，想袂到一张画甲花巴狸鸟的相片会引起网友的讨论。破文的人应该是希望大家卖个乌白画啊，较有公德心的，嘛希望卖个发生同款的代志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